嗨啊，各位聽眾，只巴無歡迎你人來，我能別呢學嘅節目，那是你到底盧剛唔是，那是你是到底係叫咩歡喜大會來，把你頭一擺來參加我人別呢學嘅.com 嘅節目咧，就歡迎。啊，這個禮拜呢，我人個要接就是講到一出名嘅話題，就是講炒話。然後咱要講炒話，係咪唔夾關係個炒話唔夾，你不如使講啦。然後我這禮拜嘅並不只只人啊，特別劍鋪唔就走去到劍鋪，咁未來個無來。你阿多又呢叫阿多 secretary phone 嚟啊，所以同基本不咪都人啊，我不介紹我嚟嘅邊隻先啊，老椒就是佢老椒冇到零老椒啦，老椒冇到零歡迎。Hello，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大家好。誒，John 啊，好咩？你頭前無你同車，你等人係 music 無去咩？頭晚無辦嗬？有啊，有啊，我冇聽，特別人聽無聽到。我冇聽到咩？冇聽到咩？有，我想啊，攏我聽到啊，食飽未啊？你安尼看呢？是咩？等我辦，特別我都聽到，等我辦，我當然咧辦可能聽到，當然聽到。冇。誒，你是未聽到？誒有啊，人講到 Ustream 聽到啊。哦 ，Ustream 有聽到。誒，等，我可能真是未聽到啊！等陣吧，research 啫。係咩？哇！一擺臭話教古我哋咧，睇圖啦。安尼攞聽到夾，你愈久臭話愈講愈濟嘛，很夠好講啊。聽到。真啦呢。阿John哋好似搞落句啊，老講啦。你話就變翻你哋，我就講咯。等 make sure 佢落掉，嚇有啊！真係冇聽到聲啊！落句，咩是落句？免啊，我都有人都聽得到，人家己聽唔到呢，真人聽唔到。就見面聽啦，巴魯。其實，等陣啦，就落去，我多嚟。啊，就落去個金配咯。係，我是金配。金配，你是到哪裡？當然，你是人啊？啊？我估會講。估覺，特別你現在特別對，那麼你 internet 冇咩好事，你股票嘅internet 冇咩好事搶嘅啊？票。你聽到 sound effect 啊？聽到？未啊？冇。奇怪哦，我真係未數啊，因為我係買車 ，sorry， 我聽到我 internet 係買數 ，sorry 啦 ，internet 係買啊 ，OK， 哎呀，咯，得咧，安呀，住到紐約啊，安你聽到啊？係啊，我未記轉就咁嘅，OK， 好，來估波講咧，那個另外一個隻，喲估住吧，等陣未打過來，你等陣我個另外一隻咧，就是頂上來把參過往隻估啦，食裝起嘅咯，一班掌櫃，歡迎。Hello，大家好，我是班長居。一班掌櫃我會錄到邊呢？是到底邊個？邊個？哦，對嚟啊！對嚟啊！你買尋嘅嘛？你冇看豆嘅 blog 咩？我冇。有啦，豆嘅 blog，要係我這擺做去 KL 咪一樣嘛。哦，豆嘅炒班掌櫃啊！冇嘛。我未好食啊，ਹਨ。吉利咯，你班掌櫃入面嗰個豆嘅。咁啊，我講過好食個。係啦，係真係講嘅對。誒，OK，當叫我啦曬你老椒嘅了，對嚟講炒話。特別我教你解釋就係教你，冇看你歡喜大人頭一擺來，誒，我看到你歡喜大 promotion 啊噃，意思你 show。豆嘅會去嗎？實是豆嘅。哦，就是要叫我 subscribe 嘛，而家叫我教拍廣告。等陣我會講下你若是講人頭一擺來到啲歡喜帶來啦，我唔是特禮拜本講炒話啦，我是一個禮拜話題。叫做炒話，我炒話你落過3擺，一直落話，而且正事實講是第3擺啦，第2擺冇落掉嘛，講一句出一冇落掉，一當叫我過來落到第3出，本來是劍鋪要來咯，劍鋪叫我做啊嘛，你咪再做一個劍鋪來，試兩邊。OK，咱別見咱自己講，咱看到劍鋪時，佢教我講啊，我哋劍鋪時教我講佢來啊，都可以大家攞俾講咩呢？攞幾隻，只教咧又叫講俾講炒話咧是
個無啊地講。哎呀，等陣樣叫我冚你 sensor。哇，大把路阿未講臭啊，就肥少了哇。是咯，你講嘅你日日都講當錯啊，然叫都阿未要，但你呢係咩啦，John？咪別笑，係啊，嚼呢。係咪別笑？人椒面哦，這是咱這邊。阿明，安尼這 number you streamer，若是講咱就話講，咱咪換來名來講下，咱使換裝條緊。條筋。等陣人問亂，然後若是講要換來名來講下，會使拍 /nick space bar 咧拍你名第一。OK，來接落去講，班長歸到後面叫俾講，臭話。你是唔是細漢甲大漢講臭話大漢呢？哇，我記得講臭話咯。嚇，你咪出事就有講臭話啊？你記真的玩就有講臭話。你會記你頭一句臭話係咩啊？咕咕不。是臭話咩？咕咕不 ，OK， 你頭一句臭話是叫咕咕不啦。我但係咱細行嘅臭話嘛，是咱臭話咕咕不。頂到我講條細漢嘅事，我講卡吹咩是臭話嚟嘅？誒，伯伯是臭話，伯伯。伯伯是本啦，是講較淺嘅啦，實伯伯甲咕咕不差唔多像嘅咯。特別你叫頂到，就早幾多時人講嘛，講就是係咩啊？你叫啥？哦，伯伯人講咕咕蕉是。頂來叫，講唔知咕咕蕉是薄膜，什麼？是個人講嚟叫。啊，咕咕蕉是冇毛誒，爛蕉是有毛。啊，OK，你係對，咱講細漢起細漢的臭話聲，即臭味的臭話。奶奶咯。奶奶啊，誒，我講奶奶呢喎，我講奶奶那是奶奶。年，我講年呢。我唔講奶奶，我都連講奶奶了。啊，有啊，姑姑一個名我叫哥哥姐哩啊。哥哥姐哩什麼意思？因古早馬來西亞有一個哥哥姐哩啊，伊是巧克力啊，圓圓嘅啫哦，然後香嘛，然後特別係土豆嘅。伊啊叫哥哥姐哩。伊真是叫哥哥姐哩，是 because he shape 成個奶奶那下。冇，伊對我像白古哩，伊特別較大粒嘅，伊哥哥啊，然後我叫啊，他是把都出啊嘛。你是咩嚟？即係兩聽到，我當年都看我 live 嘅聲係哦。有啊。OK。誒，แล้วแน่นๆ嚇，แล้ว等陣個 The rapper is football 啊，係諗幾本講。我唔知，我冇嘢記啊。แล้ว跟住個就是แล้ว這裡你近排你都細行講趣味嘅臭話係咩？伯伯伯伯，嗱，咁人是講個記性啦，嗬，成個班長官你看到佢就看到咕咕嘅，所以成講咕咕不成啊。แล้ว阿家下諗幾本看到佢看到伯伯，講伯伯。我阿 John 你係咪叫伯伯？即就是係咪叫伯伯？咪是一個老字牌咯。你冇聽過咩伯伯？伯伯是無毛嘅，是擺是無毛多。阿 John，比如話是叫啊？哇，我長居。係。是講阿毛甩樣剃掉樣嘅毛，咪叫伯伯咯。剃掉？做咩是叫阿毛人咧？伊咪都阿毛甩跟住剃毛啊嘛，我咱講細漢咧，人唔是天氣無水，就是那這裡無毛要水，死咗就水啦。你話其他下晝你歡喜大人，睇下我最目睭個帶，有日子計嘅大漢嘅，個有，他們嘅細漢出邊嘅臭話講，無好安尼咧。嚼嚼，我冇聽過咧 chocolate 咩講係嘛？哥哥姐哩。哥哥姐哩係咩意思？我特別講先。曬啊！哥哥姐哩是一個巧克力嚟。我知，伊是代表係咩？普吉之外人家係咩？代表奶奶啊！哦，奶奶喎，唔是只細粒奶咩？拍紙牌誒。
唔是只四粒年咩？我 B B，我成個頭搬到啦。安怎叫做咧？安怎叫做奶奶咧？你邊入邊咧是我人落搭，邊領個仔啊？一人講，咁配講先。我講到邊入邊咧是我人落搭，你會領個仔講做咩數叫嗰個啫你？哦，OK， 我只四粒。แล้ว等陣這裡我成個領頭係啊，就冇到領講。冇啦，因為伊嘛成個領啊嘛，你古裝四行點叫啊？學到隻個個啫哩啊，你學起咗嘅，有冇啊？你嗰啲碼頭都賣個個啫哩哦。諗是咩漢住特特啦，叫漢住特特。乜嘢啊？漢住特特。漢住特特講成隻鬼啊，漢住特特啊。漢都叔叔。漢住特特誒，講看到一家，你到啲，那時你看到嘅時候，你看特特啊，唔係你看要食。你知唔知？按照未記啊，一邊嘅零是甜，一邊零是苦啊，是唔知啦，未記啊，唔未記啊。來嘅，我夾嘅。漢都，阿張阿爸都講臭啊，啦，唔是講特特嘛，人講。一個未講。做法是最行冇啊啦。哈，一個有事故嘅，就有事故講條另嘅，又講到特特啊。講。古倫山樓頂一粒葡萄乾。古倫山樓頂一粒葡萄乾了？啊，你哦，學你猜是係咪哦？成一個謎語呐。古倫山樓頂一粒葡萄乾，嚇你猜哦，係咪物件？哦，哎呀，死人個 spam 了誒，那個 spam 了，攏出去會使教我關一個房間啫，多下就自己關。死人出去入邊，等我俾踢你走先。咁樣 spam？即 meal measurement 呢，就看 spam 到啲咧 room 位。那 room 係實際人啦，就俾教我關喺 room 啊，喺諗基本啊，喺諗基本我做路做 make operator， 喺諗基本我做路 operator， 所以你使去踢樣出，那是主要看到差亂差色差皮去計踢出去。OK， แล้วจะไปกี่個 sorry distracted 來個來殺佢歡迎來咱ต่อ下呢ต่อ嘅200係咪嘅咁配做個殺佢冇啦實在講我那時大行了嘛，那條灣咪都吉成阿未成網，條咪都成網了。哦，大行啊，講個大下呢？就班咯。攞是攞出來有講臭話是個好有嘅。出嚟冇人講啦，出嚟都是個好惡嘅嘛，臭啊！出嚟冇人講啊，等陣我學班長鬼講就出嚟你講，你就出嚟是都只聽對人爸是嘛是阿公阿媽？爸爸冇啦，成日兄弟有講咯。哦，你到廚師啦，爸媽聽到要被活亂啊！我只話馬齒用乜嚟講嘅咯。紅灰豆是啊，你嘛紅灰豆是講咩話？第一期我是出嚟咩臭啊？我一名啊，一名話指講都去碰自敗啦，你話考去碰自敗咯，你講。係咪自敗碰自敗啊？碰自敗就是講按照佢成日去隨爸爸碰自敗啦，意思係咩？哦，係咪是碰什麼意思？就干少。成日就近可能去碰自敗咯，係咯。碰我唔明白嘅意思喎，碰。人家我冇明白啦，人講碰自敗，我嘛是聽軍字咯。碰是成個，你講成人面只正成話面啊碰嘅碰啊。應該是咯，碰我唔知啦，碰自敗應該是碰啦。碰掉碰掉你嚇。啊，碰掉咯，碰自敗。跳人間啊！你講時間比較個，時間比較個，講是跳人間。碰時間比較，這就是時間比較個，我都唔知是幾來。你想話名？誒 ，Why mom's goddaughter 嚟得哦，B 拍。OK，你講下，你講下咩個呢？出來，不聽就出來，人講誒，臭話什麼？我出來冇講臭話。啊，冇道理。啊，臭字歪嘅，咯。自己講。email
我係嘛？機會我搞咗出幾件咯嚇，咁咪搞我少少，你咪熟到曉嚇，嘅電腦機咯。你咩路抄字牌咩？唔係啊，一聲、兩聲、三聲冇機啦，只是抄我叮叮當當，然後電腦數數到曉。即個班長貴除咗你嘛，除咗個最錯個厝入面。你講你兄弟啊？兄弟啊，對啦，像我搞出啲做咩事就嘈啦，嘈緊，今日厝邊冇聽到啊。嚟講大家嚟，我是你小弟，你是。成日做咩啦？你叫人撳人腳抄字牌啦，你都知啦，成日就起紅啊嘛，你抄部機啦，即係撳我自己碼咯。咪啦咪見咩都自己啊！啊，自己碼咯。你貼 review 媽媽本嚟啊！因個啷個咧特啲咧只 room 裏面個咧插話個咧個死個人嘅。要不然每啷看啷地，更加厲害個。啷即係咁配，我不每看，因真係是一部講句插話啦。阿面厝內面冇講句插話，你到底逼急咪你啲插話，佢到底學掉呢？呢個考學嘅啦，個考試得嚟。我等啊，我等過聽講插話咩？我等唔是掉發你啊講插話。頭冇啊，老師冇別事嘛，佢就難講，我字把普及難教，強解咪難教不出㗎了。你今日讀聲冇？食大聲咩？食細聲咩？食細聲，你是邊有人房間隔壁？冇啦，冇啦。你讓這沙講嘅事，就我講嘅事，就是這順這人講嘅咩事，特別聲，冇咪加講嘅。成日林敬芬咯。成日林敬，我先講嘅事吧，係啊。啊，成日講成日順咧，佢處冚樹，好似係林敬芬咯。諗唔有人成日一隻佢處冚樹，咁唔是講插話啊？有啊，有。陳平妖集故入邊可交互補插話。陳平妖講嘅事啊，阿林記妹，不夾阿金佩。對。你等陳王講下。啊，走你舊講，走你厝冇人講插話，你舊講嘅。陳平妖嘛，定住我講埋講話時候，我係講。地記啊！我有咩冇小心漏出來？講我填，我開填入邊填咪爛咗字吧，我個小嘢就俾佢。你冇聽到？冇啦。我話我卡填咗咩垃圾咁嘅事。我對嘢唔係事。係咪嘅？咦？係咪嘅？搞笑。你寫啲對嘅啊，金佩。no 對。我有啊，這邊聽到你寫啲對。股票嘛。係啦，股票啊，你 internet。誒，轉啦，我唔記未到啦，真係數揾佢哋講抽字牌，無講碰字牌。唔知咧，我本冇知啦。有碰嘅咩？唔是坑啦，碰。有。冇字牌冇碰，話都冇記字啦，你數嘅。你買下老貴嚟。字啦。我講過字啦。字啦。我就快就講出來啊！特別即話題，即禮拜話題唔是正神拜，即禮拜話題是抄話，或者鬧起來正神拜時嘅講。正神拜未來啊！我差唔多咪講正神拜啊事啊，嘅一句節，咱講正神拜。碰字吧，不當咱變得學嘅咯，你就俾錯人成咗碰字吧。你變得學嘅，我對係你講。你等陣我講碰字吧，有人聽到是想講人成日碰個邊，可能係碰出來叫做碰嘅。我就你字吧啲半俾人翻嘢。大半。碰到大半喂。冇講咩啦，是死喺度碰啊，係咪？住會話？冇多零講。古仔我點講臭話，佢一先生點叻話人嗰啲點過事啊。然後伊講攏唔係點講嗰啲普及啊、字牌啦，然後跟一個咩人招啊，然後往普及時我冇講普及，我講
黐路，唔係普基咁黐路，係咯，咪鋪起嚟有時講，唔係普基黐路，普基嘅路，冇黐路，唔係普黐路，我嗰時講華語啊，定人話啊，否字，哦，普知，你不要講否字啦你。撚嚼啊，咱重點地講，重都講嘅撚嚼，咱嚼下掉挪卡下，咱嚼。羅家咯，冇講到籃球，我嗰陣讀你6年級時讀你道德教育啊，那有講到你咩伊斯蘭教嘛，然後讀到不是啊，一般人笑啊，真係呢，啊，道德教育 OK，道德教育咱阿冇咱個道德教育是pendidikan moral 哈，你咁6年級是6年級嘅時嚟講，你問講係人啊阿冇曬人不要聽，講只阿冇曬嘅人啊。哦，只 room 裏面就阿冇曬嘅人去笑，只 room 裏面就是阿冇，不，但是你是阿冇曬嘅人，到底但係硬嚇，但係硬是唔是正啊？我就呢幾點掉，喇叭去但係喇叭但啫，但係去硬那是講是阿冇曬嘅人，我要做隻新嘅報告。You ever use 抄話？當但係冇啊，冇阿冇曬人喎。但係硬這邊阿冇曬人，一啲正但係喇叭嘅但係硬。我別頂嗰陣，喂，但我這邊誰？仔，潘起來啊？要叫你講錯話數咩？哦，講錯，講個潘。講錯啊，即係哦，金配 band remix 啊，sorry 啊，金配แล้ว金配先。OK，當劍咪掟啊，當劍。邊個啊？冇人。未揾啊， OK，特別不緊啦，讓等於看啲波咯。我是出嚟波。OK，但係就是你那是你不咩句抄話是不用佢不講句抄話，特別老師你別使騙你啊。讓佢但看，別看就是唔不講句抄話，你就8%就啫。人家讓成個那是你是咁配嚟講乜好咧？講就係講佢10句出嚟咧，不如使但。Yes，แล้วเล่น no อ๋อโบจำซีโบหลัง no ก็200% has no โอเค所以當然嘅就兩科啦，咁樣 keyboard 啦 keyboard 但係波是到咯波嘅，即係那時你講你聽到當然 podcast 你是未看到，那時講你是現場聽講咧，你個看聽講你個看得到，正嘅底位下唔知正差唔多正嘅底唔到落去先去看，但係可以又係去11人兩30幾人看，冇可能11人 vote 呢，咁樣 keyboard 半大幾，咁樣 keyboard。啊，肯定我個報告點嚟看，讓會出來answer result 上面啊，來，就是這裡咧，讓這嘉賓讓困起來嚇，超級擺個啦困起來，胖子擺，了成嘛，胖子擺，咩數？可能叫我朋友嚟。了，嚇，胖子擺啊，胖子擺，阿班長鬼別自然，未使。未使啊 ，plastic 包掉，係咩？咁咩啦講啊？啊了你，冇我係梅浪，我係嘛？我講你普基人講黐路嘛了，嚇，了黐晒，了字吧了，了話叫黐晒哦，哦，所以我做隻骨呢去啦，佢啲對你講，啊話骨妖嚇，啊黐晒，冇啦黐殼嘛是黐晒，只位黐殼，肯講咯，遲可遲晒。啊，แล้ว班長鬼呢邊長鬼係等嘅事，仲都是啊，啊。冇啊，我手工咧嘛，頭話手工咧會成隻多崩價長滿手工嘅人只有2倍肯講咧嘛你，成世冇插女係咩？揾得仲都你揾得滾冇啊，啊，撞到成世冇關女係咩？你探幾年嘅？你撞到人出嘅話，探冇咁上嘅。仲都冇滾你嘛，揾阿偉班你嘛，哦，
我咪是後尾班，冇啦，我 because 我讀 commerce 嘅班嘅時候，所以我幾年班4班嘅，所以計了是後尾班嘅咯。because 裝嘟你一陣學就攞型嘅人就等。你讀啊你讀啊你後你讀那是講你是 because from 3是啊，我人嘅年代是 SRB 啊，但 SRB 了是 college 是。你 result 冇咪好嘅，咁就去拍去讀 commerce 咯。result 較好就去拍你讀你science stream 咯。แล้ว我是會被讀 commerce，我咪是我的 science stream 話咧 ，because 你白未歹嘛。你白未歹啦。但是到拍去 science stream 特別我被換到嚟 commerce class 咯。那換去 commerce class 先換到其他邊時啊，咁了咪是成個叫讓你讀 science stream 嘅人狂妄時候就冇啊，可能咯。รู้นี่哦，是下啦，我就問問下都個咩樣抽啊個，少人叫做岑成行啦。冇嘛，人叫我冷下病，我放課。你講抽啊，應該你講咩啊？耶，咪講喺你話咧，我就講你叫我緊啊，冇未講。咪講話嘢啲樣近啊嘢，個咩都依個嘛，試咯當時啊，講我冇係叫先生啦，咪講啊，講強近啊叫先生別樣，咦，咪講係話啦，派死個人嘢，派死個咩都成冇會窒會個每都要，冇可能能夠咕咕筆嘅咧，嚇，我只叫朋友個後邊一年係咪啊？伊細行過啦，伊蘭州冇等過伊蘭州。我全部冇定啊！一歲，小華蘭州冇等佢蘭州，伊蘭州就等。即係阿老人。但人講咧 discuss 係講about 策劃，你那是講咩？你是平時講策劃是咩人？是講策劃是熟悉講隔邊嗰策咪是本講策劃呢？羅莊嘅一種策劃是咩人？一種策劃是成個講成班嘅成班嘅策劃。但係邊咧學見成班喺度？邊咧學見成班是策劃，咱冇講錯人嘛。叫咱來錯一人，咱經一人來錯。微微娃娃。OK，我係錯。叫阿咪直要做阿咪微微娃娃，later you ask John make you the operator。海南嗰邊 already is operator 啦。微微娃娃我做到 operator 本。微微娃娃教我管隻 room 嘅人啫。OK 嚟。你講上班，講佢就是寫上班嘅時用嘅策劃成咗呢？上班我係上班，我到嚟嘅上班，我嘅我朋友嘅了時間翻嚟。人車白啊！唔是叫人車白？唔是頂當時人講出去冚嘴，開嘴冚嘴，本是講策劃叫人車白啊！哦，三輪車阿伯啊！嚇，咱邊咧學見聽就唔知有人車白啊！冇啊！係得嘅，你就 WiFi 到啲搭架車啊，是用嗰啲 WiMax 啊，燒邊咧學見一bằng可以人開聽。咱 promote 啦嗬，咱 promote 嗬人車白，邊咧學見嘅人車，邊咧學見嘅點嘅人車白。講到人車白，如果佢哋人車白多嘅落邊博嘅我落 open 啊！呀，博女哦！哦呀！Hello，問講你回憶啊，抽啊！女啊，但是兩班長龜，特別個什麼蛋嚟講，講，你講問講你去特別講，即係講臭還是冇話講？是兩邊女臭字擺，琴日講佢吹。我領講㗎你係咪？冇班長龜，你咪講，你咁咪講，班長龜講臭字擺講。嚟，講聽下我正近阿John先，9點start，咪都變咗咩嘅嗌9點咩，咪都是正當嘅未識嘅咩？10點？近都冇影嘅，近阿John冇影嘅，近呢？你冇發到，你近未掉？呢，你我做頭嘅，哈！有啲真係黐衫俾真嘅，冇知啊就。講就咪未攰呢？臭話唔係講出嚟。你咁講，你特晚有坑我都間時咁近。你見嚟啦嚇！特晚時咧，隻坑我都間，佢掂個冇話講，是能面抽字擺落去。佢哋都查啲查住坑我哋講啊。咁樣講。
咁努啦，我俾人跟得入一，咁咪驚講，特別個未有講。已經講咩苗講喺波都嘅情景啊，我等陣我我情景講，我妹嗱班長歸嚟，我妹你第一錯人嘅物件係咩呢？比賽啊，我今日啦，我唔知啦，我今日是咁你嘛抽字牌咯，比賽啊。即係講嚟嘛數啊！啊，講因為你近呢一個咪叫做近人嘅嘛，我今日轉下計啦你。特別人咩人是講近人是冇正式俾近，佢都隔正十塊冇事。因為你係講你企有時都是杜蘭呢，都冇杜蘭呢嘛。啊，杜蘭，誒對，杜蘭係咩數？咱講過一定打回 call 啦嚇。杜嘅難咯。是啊，或者係人唔是啦，實講就杜嘅人對。阿 John 啊，你覺得我係 blog 哦？冇。我係抄邊咧？我見你抄啊，我把你先頭揾看。你講出來啦！我先個細頭班看，你不要直接讀出來啊！喲，這裡是 intern，這 show 嚟，特別用聲嘅，這 show 是。所以啊，冇啦，因為我公司嘅 travel 嘅名嘛，古拜公司拍攝嘛。嚇？我真係當邊，而家所用 blog 嘅 URL 是用古拜公司嘅名。冇啊，叫你直頭講出來，唔是講你 唔是講你 internet 嘅名，是講你嘅。露西還沒直頭講出來啦。哦，OK，喲，這裡是 inter podcast 嚟啊，阿爸哥。我而家我做 blog 俾我寫啊，我寫那邊講嘅臭話就係好笑嘅，或者是根基。嚇，解釋看係咩根基？嗱，根基是講嘅阿摩是發絕根啊，發絕根是阿摩咯。example 是example 咧是你嘛阿星教嘅根基咯。啊，係咪啊？係咪意思咧？那是，就是講意思是講成日講行死漢啊。哦，行死成日講教圖書行死漢啊根基咯。哦，行機票票。機票哈，啊，這個都這個標。OK，這是這根票，然後 OK，當然這邊咧，我跟澳洲呢，特地班長貴，但係澳洲呢，誒，就是咁配對嘅，嗬。對啊，咁配有啲根基嘅對嘅啦。你啊，嗰個咩個地址咧？啊，都地址咧是香港是起荷蘭間嘅意思啊。香港是起荷蘭間。啊。阿摩是 go get yourself up by someone。你咪講阿摩啦，咱這是邊啲學嘅啦，你咪講阿摩，你搞得嚟有啲啊。咩subscribe 你清楚嘅。啊，我 number 係成香港啦，你想講啲咩未曉事無？這是嗰隻，係咪按照一個事實樣咧？造句話 please。Make a sentence with 香港。啊，我哋講啦嘛，香港啦，你想講啲咩未曉事無？你成日講啊，你西兩邊嘅可能，係意思啊，你replace 佢，你西兩邊真係話個嚟，你香港人真係話個嚟，會使啊？就是講你杜蘭尼，你見你做去荷蘭間，你嚇你去荷蘭間。啊，對，嚇，聊。啥？伊講嘅香港咯，我無講緊你喺香港，我是講個一粒明明要都去荷蘭間嘅啊，嚇咯。啊，無就是講都未錄啊，無是講咩啊？錄。等陣後半陣佢講就成嘅咩？冇，因為是講你講慢慢 slow motion 都去荷蘭間，就係講你杜蘭尼，你問你慢慢講話。誒，使等你看到人家講你，看到以後做戲哦，你哋講你去荷蘭間啊，你多謝。你一粒講你去荷蘭。我未記啦，這特別貴嘅 show 先啦。講錯我。大班長摩托領導乜都俾講未？啥？伊講香港那咪，嚇咯，有顧一個呢往，伊講事啊，講無講去荷蘭間啊，直頭有一個人啊，你去荷蘭咖喱間啊，嘅巴咖喱個大叫。啊！你話等未就是講未人人講未 Ustream 又唔就冇明白人講未你即係你點樣辦長貴點樣你講未佢 list 個就佢 list 我第三咧是叉燒，叉燒唔是炒話咩？
我買啦，叉燒是臭話本啦，蒙叉燒啦，使插咁係講，即係唔是講成日錯啦，是講是條臭話本咯。啊，叉燒是叉亂的數。啊，你咪盧小啊，盧小是我哋嘅盧小。我就講啊，叉燒是上面按照解釋啊，叉燒唔是講你問盧小。叉燒冇人。係咪？盧小是講你問隨樹肯啦。對。就是講你問叉燒話對啦，你問 disturb 話肯啦，問叉燒啦。有盧小咧，盧小是成個真正就是講就被隨樹啦。啊，隨樹啦，是講啊，成隨樹肯咯，哇，一杯嘅叫盧小咯。哈。咱哋咪盧小叉燒嘛。แล้วกับเสียว誒。怪人咯，及小啊，及小是講及蛇咯。成個人變得學嘅，你是個是及เสียว啊？咁樣笑誒。及小及屁啊，講。係啦。แล้ว啊，當時嚇，我講你及小，當時人咩啦？及小，都及小咪爛蕉，我冇及乜都食，乜都冇及乜都擼，冇及乜都笑啊！咩啲嘢啊？係得肯定會每兩個人在 counter 咩啲人啦，咩都一股啊，成日會 counter 咩 defend 啊 defend แล้วจะ會 release 個怪人咯。怪人是就是講。咁多個盧小差唔多成日，你怪人是粗鄙淡薄啊。係怪人咯，係怪人咯，就是講正人啊，怪人可能。正人個無常啊，正人。啊個無常啊，正人是幾保意思啊？是不是正人？正人是教破呀，破林怕。冇個擺時我諗盡都你 prefect 啊，咪就係 prefect 咯。啊。我諗係正人保釣啊嘛，叫正人保釣嘅。正人係咩數呢？定到往上是雞搞啊！哦，雞搞啲。對。然後呢個係咩個？豬小。呢個有杜蘭咯。杜蘭咯，即係杜就咩？杜是成 H 是成個是起航嘅數啊，杜。梗係杜蘭下心咯。即係結果係咪屬於雞爛呢啊？啊，你個啦炒話咪是雞隻爛嘅，成個誒你去隻爛巴喎，你好爛啊！你成你隻爛巴喎，你炒咪爛過，你靠咪爛 OK。杜蘭要 short form 未？杜蘭玩叫 DL 嘅。啊 DL 對，嚇 DL 是對嚇，那個近年咧咪是 KNN 咯。冇，即係 K 上嚟 N。哦，這麼說？近年嗱嘛。哦，冇是講啥 K，安尼等嘅咩？我佢就是講 KNN 嘅，近年咧呢。你講 KNN 啊？近年啦呢？我是講近年呢。個嘅一句出來是嘅了，班長鬼個係你加工嘅。哪係哪嚟？你一個係咪個 release？撳撚咯。咁撚就咩數咧？阿咪唔是只意思啦，我就咩數咁撚特別。你喲，阿咪你做咩數？你胖幾擺？我唔知，我係咪爛椒，我唔準備爛。聽咪對你講啦，你對阿爸阿仔阿娘子。是啊，你對咁得對有咩爛？係啊。冇咩聽到，你講落句對啊。是你講阿婆叫咩聽你講到仆，你講。你一個阿咪叫接你，咁樣睇你 list 冇到零。阿咪唔是即係班長鬼。超情咯。超情啊！超情是爛椒啊！我超情啊，唔是冇啦，唔是啊，超情就係講人哋講咧，交我超情嗰啲，做面嘅交我超情，啊就交嘴。巴黎亞數啦，咁多時間啊，超情啊，有超情係是冇轉啊！超情有人講本嘛，成日講都交做面嘅交超情咯，成日好似杜蘭士交超情啊都。呢樣事，嗰個結用嘅咧，就係特別個唔制嘅結，唔制意思上面。還是講解釋加啲啲話冇咩嘢解釋啦，就係講超情啦。唔制嘅按則用嘅。
啊，唔是拍超情嗰啲超情嘅哦。哦，拍之前個另外意思。啊，即係啲人講我唔到啦，林拍嘅林椒咪冇像。南帕是你攞嚟潑啦，蘭椒是一條。好啦嚇，搞啊！搞搞隻細頭，成人時講。我咪，如果我諗咪嗰時就冇林拍嘛，係咪嘅？我諗咪嗰時就冇咪林拍咪林椒啊嘛，就冇咪林。你南帕多了咪自別條。拍阿咩啊多死啲啊！啊，多死啦！激加林拍國四咧，極㗎。咁會講。激加林拍國四咧，喲，你都一句哦。啊咩？你發現嗱，我哋可唔可以描述？係咩？林拍縮見嗱，南帕咩？喲，聽冇咩？講啦，佢再講句。林拍縮見嗱，你可唔可以聽冇？南帕熟見腦啊！啊，有咩事咧？咪樣大意思啊！哦，大嘅時候，哦。冇腦嘢啊，林拍變咗人嘢嘛。冇就是人講咩啊？人講蝦加林椒本叫住白嚟啊！一條青機啊，是啊。林椒叫住白嚟不見你啊！要自己白來，我講到白來時，我可能是想到成個去食咧即係用豆腐時去食咧白來時咧哦，白骨茶。你瓜啦、等啦、閃啊，你哦肚多啊！叫住白嚟啊！後部時講咩林拍少講下，蝦加你俾林拍都講啊！南帕少講。蝦加你俾林拍本國客蛋啊樣啊！我成日轉掉，可能佢哋話笑。哎，浪啊！哎呦！人哋我講話，因為嗱有人冇講臭話，唔係講浪住白講句臭話啦。我會插 Lucy Lucy either 是 Lu 咩人啊？上面都就是用句臭話掉啦。有89%人講用咩句臭話咯，講句臭話咧有19%人講冇用句喎。冇嘢啦，好笑啊！氣笑嘢是咩人要制啊？個林椒啊，係刺激啊！好笑是咩啊？片啊？我一隻啊！大炮啦，好笑啦，夠好大炮好笑啊！好想片咯。我是講冇講佢臭話咗啦，而家冇講佢臭話點白多林椒刺激啊！你講，嚟，嗱，直接俾嘅 address，直接俾嘅 address，我有猜到，直接俾去吹機嚟，可以切嚟切。是啊，我咁就我梗係錯咯呢。係咩物件？咁配？我咁就我梗係錯呢，浪大波換嘅錯。是啊，做咩事你佢講嚟錯嚇？我係人家人都夾佢一隻，準備人，那撲機啊，都夾佢有做，衝！咖喱可以。哎呦，你就特別不知夾朋友幫我揾咩咩？嚇！誒，等陣我俾當時嚇。甲朋友講話，是叫甲朋友講都叫蘭州鏡叫人蘭州鏡，我就是蘭州人咯。蘭州嘅揾咯。我冇講普吉人普吉鏡。冇咩好聽啊，蘭州鏡嘅好聽啊。冇自白人冇，自白人。自白人下掉。白人咯。冇你叫普吉馬啊。咪咯。冇就是人叫人做物件哦，做唔好時候，人喺個 complain 晒頭尾普吉啦，係咪啊？普吉，我講你普吉哦，真正普吉嘅字擺真正，人只真正非咩說 flexible 嘅咋，成個你使用後面物件可以使嘅嚟講嘅，意思冇相啊，你背人 situation 樣是個冇相啊。會使冰嘅嘛，入士冰嘅有8二人。
啊對嗱啊。當時你蘭椒哦，講到其實南部冇咩人制。就是我俾梅淡啊，我看到我俾梅講你，咱當然雲吞落來啊，到底你隻軟梅啊，還是講到底你新加坡人啊，是你南方嘅人，還是台灣人，講嘅炒話係咪嘅無相？咧文章鬼成講成，但係都會講蘭椒冇人制。啊，有人講碌柒啊，碌柒。碌柒。碌柒是廣府話嚟啊？啊，咁或者嗰啲叫金波，有人咪都碌柒啊，含柒咯，含柒。碌柒係咩意思？碌柒是蘭椒啦。哦，柒係咩意思啊？柒潮嘅柒啊？碌柒咯。柒就是蘭椒啊。哦，柒。有碌柒啦，柒就是蘭椒，含柒是橄欖椒。哦，鹹哦，唔是你係你，咱食鹹咪鹹，你是咧咁料係鹹，係啦，講好係鹹，哦，啊，咁我唔知嘅，柒叫做蘭椒，又唔是叫做蘭咩？哦，一冇又唔叫蘭嘅呢？嗰個就係 slang 叫蓮，蓮啊叫蓮啊，一波人叫蓮啊，很高蓮柒頭煙啊，以為加哇劇話你，嗯，係咪 cat 啊？冇啦，華語啊，用 KL 嘅華語，很高蓮柒頭煙啊，哦，咩啊？做很料咩？哇，special 哦，我掉啊，勁啊！你食真係蘭椒見嘅啦，蘭椒攞唔是見啊，見。哦，我想見見冇得使啦，考慮是幾時，唔冇你先話見。啲人講啦，講啦。等即係就是講即係班長鬼講咧，是就會去嚟咁陪講，班長鬼講未？我是講人講湖南講臭話啦，地錯嗰時一股攞地錯咯，咩？冚家鏟咯。冚家鏟是你佢見出人死嘅了做呀？啦，地錯咧，我感覺地錯咧嘛。你錯啊，有一股你錯。地錯咧，冚家鏟。個錯意思是講毒你知喎？你未記錯嘅咪你剁嘅呀？唔係蘭椒，呢度未是本啊，你咪蘭椒未是本啊，路我咪是路，你咪冚家鏟啊。你嘅是 size 冇像了，有人考慮佢當做頭卡。跟巴肚掉啊！係咪點巴肚？蘭椒八熟呢一個又跟巴肚拖。誒，你諗乜學句？我乜學句成個定知少，我覺得得你覺得嚇。YouTube 是得咯，唔知，好似食個另眼，可能你夾一羹自己菜咯，乜羹巴肚嚇，諗乜學句哦？我不過 Africa，嚇對 Africa 對，唔知啦，我未記啦，啲頭毛長長咧，超長長嗰隻人。啊，呢個即係丟人聲我講，即係雲吞講。啊，丟人聲咯。下冇人叫衰仔包咪咯嚇。細仔包冇講就衰啦。冚家拎咯。冚家拎咩事就冚家產上啊？差唔多上啦，冚家拎。Cantonese 講紙白喎，馬子講。有啲紙白今日好聽啦，紙白。誒劇話咪是，特別係劇話是哦。我講啲劇話是，就是我厝邊冇聽到嘅啊。是我唔是得啦，你話厝啦，成日喂，成日安啲啊講，叫哎呀紙白災。咪紙白災，紙白災就是紙白厝。你真係咩事啊？紙白災，我知啊。智慧處教講人啊，講未聽嗰種啊。不，一直我係 understanding 是啦，一時是整個粗鄙咧，我成日見到隻細漢咧啊，就教講話，是叫做紙白災。你咁唔是教嘅，成日教講話咧，成夾即係夾少咗啦。哦。見阿 P 你細漢咧。我邊個人叫咩啦？成個嚇你啊，會誒嚇硬波硬嘅舊夾都冇講個字林波啊，個時波講個字林波喺度嗬。有人叫講，用咩吹啊？大家固字吧喺度人講啊，真是固字犯咗，唔好學佢。啦，未咁配啦，未咁配。我知道我講嘅硬波架佬啫，你講伊波咩硬對吹緊啊固字吧，然後都好對面一隻牛但牛一聲，我笑到冇得女啊，都好大一聲。
誒，我妹妹你估字擺成張一下咁配。You Google search 啊。係咯，我上過嘅嘛。咁配小估，但係咪估字擺先就上到咁配嘅字擺。真係我食過啊！你時候會你冇聽過有係嘅臭話了誒。講下唱下。係啦，我比較潮，我 play 可能聽咯。哦，play 下 play 下。咁謝啦，我隨講已經解幾條咧。有啦，真估啊，這直接有唱，都有唱啊。係啊。小小咯，小小。有一條長長的大香蕉，它的名字叫做藍椒。誒，我冇聽過這是唔是對？只間入邊咧，只間咧 YouTube 是唔是有唱啊？啊，有哈，伊就是有笑嘛。伊個笑咩？啊，嗰一條唔知是唔知咩歌啊，我唔記啊。有本，你有愛到你 YouTube 本。啊哈，是，哈，你 Indonesia 嘅 singer 對。啊，人講伊個哈，伊個一條我比如人有 ABCD， 我比如學我聽誒。啊 ，P.O.O. 飛落河，阿公拖阿媽去走步。律啊律要阿媽送吊歌。了，伊個一個是講嗰一條歌是唱咩？小氣炸咩嘅代誌，閃過困我嘅身邊，一手頂伊嘅面，一手學伊嘅字，學甲少念啼啼。冇聽過，有時我唱個白橋本架啦。我偷看伊看我的臉，我看了伊看了真歡喜，我規支解插落去啊！伊講我懶叫真多機。我第一次解到是個結果做 music。誒，你冇聽過幾個啊？即係得住啲。不，這咯 YouTube 嘅啦。啊，這個 YouTube 嘅嚇。伊啊，媽，我笑嘅不是伊笑嘅。哦。啊，伊笑本誒，我表會是你，我吹嘅歌吹無。伊是 Indonesia 嘅啊。我伊是跳歌台嘅，伊是。Indonesia 馬來西亞上地走誒，然後特別伊笑很乖。攏知伊嘅 contact 有 email 係咩啊？我俾 email。啊，佢 call 住裏邊咧，我勁講話。我接會啦嚇。哇！誒，咱 connection 咧，一人嚇，咱 connection 就大，所以若是攏知就將只 contact email 好啊，嚇，我 contact 一句嚟做咱嘉賓咯。啊，好啊，咱做週我哋試吧啊！做我哋試，看個無物件講。有誒，你叫伊來咧，顧阿姐嗰啲顧在阿篤要來啊，明顧講啊，扎啊，即係特晚啊，只 Ken 講未講個無來，係咧啊劍虎，你講未來劍虎冇個阿姐嘅搞講，你講咩？哦，我這邊delay嘅響我，冇你看到你把鏡搞到呢？哦呀！美國啦，講是冇 response 什麼事。嗯，我上日嗰下面錯啊，真好笑嘅。劍虎報應。哦，劍虎報應。劍虎成呢做大事啊！你接落嚟，你嚟咧，咱佢講笑字咁是伊嘅 topic 都冇嚟。你做部機嘛，咪都成日拜啦嘛。誒，John 啊，我有一個朋友嗬，唔知有企啊。伊捌落過一個 ringtone 吼，是干那講強幹的字呢。我聲搞個大大聲啊，咁啊，幹啊，咁樣嘅。看別人教，做別人教，咪普及啲嘅。佢做嘅 ringtone 咯，我就講去個位啊，食店嘅，後面一定話搶嘅啊，我叫人看過啊。
我拉頭啊，正正小整嘅字喺坑入面啊！得這估嘅字擺喺家己啊！笑誒，我未知笑。啊！我為咗即係咁配你意思到啲英國是到啲馬來西亞市處理先。係先啲馬來西亞先。哇！啲檳榔嘅，唔是啲馬來西亞係嗰啲檳榔喎。免驚人唔知你。就是就人講即係講伊朋友你小英嘅嘢。Sean 講救命啊！講伊朋友嘅即係救命啊！Game who not free? Oh, okay. Anyway, see what did you看？你不講了未啊 ？Next topic 啊？差不多啊，是的。頭想就係唔嘅講，特別冇係你即係就住班長鬼 list 好，班長鬼 list 講了未？咁樣講就你班長咁就有鳥笑。鳥笑上面。鳥笑。其實咁估啦。鳥是什麼個？鳥笑上面咁會講。什麼個注銷？什麼個注銷其實叫做鳥笑。我唔係聽過哦。在 live chat room 時，就是冇聽過鳥笑。嚇，冇人乜聽過嘢。我唔係聽過哦。特別啷個啦聽過，啷至三間是 expert 嚟數。我冇聽過。我冇聽過。我冇鳥笑吧。有啦，古早我做 customer 嘅工時啊，成日我修理摩托嘅啊，我爸就講下只叫鳥小向緊嘅啊，鳥向緊嘅啊，肯講咯。幾劈鳥，3劈啊，4劈啊，5劈啊，你講。我半劈喎咧。個 level 係啊。個 level。你即係當埋 list 講了未？當你講咩講 list？啊？講阿鳳線咯，阿鳳線係咩？鳳線啊，阿鳳線就阿鳳啦，阿鳳都是拜阿鳳嘅咯，阿鳳線啊。我是成小雜寶叫阿鳳線啊。鳳線咯，你阿鳳線咯，你講阿鳳線咯。哦。好咯。你當個阿妹小打未人講了啊？就話講了未，但是就當時你看到特別叫人起嚟講嘅時，講內句嘅時，無限講嘅時候，你聽講嘅了話，期限咧即係當 game 特人會講嘅就，所以自勁嘅逼話佢做第四處咯，一做第四處時，佢講內句就一個無見人講嘅時，佢話佢八列先，你聽講佢被講啦，第二個傳過來咯，對唔對？嚇，John，我每對路啊，你拿到美國啊，你係講係咩阿毛臭話嘅啫？阿毛臭啊！必須啦，乜？臭啊 ！fuck 咯，咪就係 flexible。我每個人實講。有。你班咪學見臭話到邊？咁啊咪即係俾臭話佢學人聽，你叫我近啊咩？我唔是咩，我就是臭字吧。你唔รู้咩冇啦，ลุยผักกะเหล้าเสียญี่ปุ่นเหล้าอีอันน่ะ咁配。一班啊，有一個是德國嘅合成嚟嘅度，然後一個 semester 就係開學嘅，唔知第一禮拜還是第二禮拜啦，我呢度，啲班長我名梗係大聲呢，講我名，咁配，咁啊嘅，係咪數？我阿媽問係咪數？佢問我學交近係咩意思啊？講學緊我啊！嚇！一有學緊我問我 ，What is the meaning of 學交近？阿仔佢帶我嚟。隔離我梅花，我梗係拍死。你係拍死咩？係我時候未教我咁配佢拍死咩？啦，你冇人再講話係人哋。哦，你是到底邊啲學嘅？你是跟佢錯㗎？你邊？跟你朋友㗎邊啲學嘅？你而家錯呢啦？我嚟錯呢，你 student flat 咪是真錯嘅，因為我梅花學搞緊上面數一錯。嘅拍攝啦，我講我就名字吧，都未等於算得乜咁梅話。你叫你啲名叫你咁配咩？還是叫你字名？
叫我正名啦。我成日講，哇！德國人佢有講禁配，佢有講學搞緊，係咪嘅？我那啲人講我正名，頭嗰架爆炸。唔係叫我幫你正名，去我 internet 嚟。夜晚大陸過嚟。別，แล้วก็ทำมินี่ลองก็ไปมือทำมินี่แล้วไปบีฟอนแล้วสิวตาสิไปสตาร์ทแล้วแล้วก็เตะจิเลย冇啊！咁配咪是臭話本嚟嗬？咁配是臭話咩錯啊嚟的？唔錯噶啦嗬。啊，是咯。咁配成做這啲咁配啊，嗱擺明啦，做這啲咁配啊。是啊。咁配是咩意思？讓我 explain 咯。崩配啊！你係減一皮啫。唔是啦，咁配是做嘅冇物件，我做啲假物件做咩？係啦，只有咩嘅整啊？叫嘅整啊？呢就係嘅。搞啊，強到好唔同嘅強啊。嘅搞啦。唔是嘅搞，成個你成個做一部落用，成個那些你是成個人嚟做到啲小開嘅時，你夾到隻白帶棍啊，你夾住大邊破啦，就是咁配啦。唔知啦，唔知呢意思啦。對。你做一部落用。做一部落用嚟做係咁配，然後咯。落用咁配啊！做係冇講嘅物件，可能冇點物件。成日喺邊喺學嘅咧？喺邊喺學嘅，特禮拜對係都是嚟咁配。冇講嘅物件對。OK。做係冇講。嗱，是講到下禮拜咧，เรา咪接到對嚟收聽邊喺學嘅咧，個無上嘅咁配嘅話題咧，那對嚟邊喺學嘅就咁去聽啦嚇。嗱，這禮拜咧，我感謝我嘅聽眾，就是咁配咯。誒，對你咁配。嚇？古咩啊？古拜啊？古拜。把當人殺命人啊，都噴古拜啊！你噴古拜啊！你死人邊啊 ？OK， 噴古拜，嗰陣時你咁配咪都蝕咪先，你咪做噴古拜。你一個往老家冇到零啊，嘅邊時咁配冇到零架，往只股冇對嚟咧，班掌櫃。班掌櫃講唔叫俾講哦。近都冇影聲啊，近呢？我本冇影，我都近咁亂。你原本跟未掉。你想你就等啊，你。古羅你交婆交本跟未掉啊！呢個叫你白卡多啊！要個成日跟。係咩嘅？咁配講咩？嗰個嘢要個唔成日跟你跟你。特別嘅要係咩事？要啊！哦，我想。喲，係咪要啊？ Please， 哎呦。Louis 而家對那咁配 ，please 啊，去 fix internet 啊。你俾你百二米咁配啊？唔是買 internet 啊？是 internet 係爛膠啊！爛膠對咩？我唔知你用到膠嘅爛膠啦。哇，一張冇對咯，我話你。佢屌係腳。哦，嗰隻定女就係不咁配隻個。冇啊！我看到鬼咩是女嘅了，叫咩？OK 啊，傻聊啦，不如過嚟講下，嗱，是講你不如俾啲嚟，邊啲學嘅俾你參加我啦，講下你咁配啊噴古拜嘅講數，你個都嚟參加啦嚇。我諗嘅幫邊啲學嘅 .com 啊，去邊啲學嘅 .com 嚟看了，我諗是要做但係我諗就係魯港那邊嘅人講話，呢就是你 Ustream 未看到，嗱是講你俾參加我諗 live，俾看我諗 live recording 嘅時，你會使到對嚟邊啲學嘅 .com，特擺啲嚟看我其實錄音，到對嚟整看啦，佢嚟去玩bằng也講話 live 嘅 Ustream 嘅小應該睇看話咯，睇看話就整夾，แล้ว個睇看跟貼鋪當然講就87%嘅人，87%嘅人講有講錯話，有12%人講有冇講錯話，แล้ว佢哋三間嘅邊個樣是係咪啊？係咪笑？同埋講好笑，好笑，我覺得好笑。好笑 ，OK 啊！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感謝我嘅邊一摩多靈咁陪㗎班長鬼，拜。
拜拜。